然后我有邀请一些台北或是台中的来宾，他们就觉得太远了，然后他们只愿意电访，这是我的困难点。然后我跟舒荣姐有大概讨论了一下我们的分工，对，所以是一段差不多12，所以再多可以录差不多13。好的，真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录谢谢3段。对，今天录3段，所以就更，其实问题还好，我们可以讲长一点。那我们就从第1段开始喽。好，好，来3、2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ICG 竹科广播 FM 97.5新生报道，我们在台湾节目，我是淑我荣。是嘉晶。今天新生报道，我们要介绍的新生是来自印尼的新2代李依婷。依婷跟嘉晶哦，你们2位家里都是开餐厅的哈。我去过嘉晶，你们中立的。也是一个南洋的店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们店里也会有很多菲律宾的东西。对，就像依婷说的，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带回来。因为像我现在就是除了广播节目之外，我现在也是就是研究生，然后我在中立的马祖新村也开了一间小店，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忙碌。Kumusta aku si Jinjing, nanaku ay Pilipinas. Aku sa Zhongli Mazu Xinchun, meron isa halo-halo tindahan. Sa dito, meron masarap ng nanay ko luto ng Pilipina pagkain. 拜拜，拜拜。没有咸，会很咸吗？再加一点。其实这个都是鹿角蕨啦，那有些是菲律宾的烟圣种啦，这个是高培种啦，这个是为印尼入来的。这边的话就是马祖新村眷村文创园区，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是以前的那个建筑物的感觉。那就是桃园市政府就把它规划为就是眷村的文创园区，就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店都会在这里面看到这样子。我当初会选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我觉得眷村它是以前的移民，那现在的移民其实大部分是以东南亚或是中国的新住民为主。那我就觉得，也许在这样子一个具有历史的空间里面，它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火花产生，所以我才会选在这里就开了一间就是 Hello Hello 的这个店这样子。那 Hello Hello 它其实有2种意思，一个是一个菲律宾的特色冰品，就是大家对于菲律宾的认识，然后第2个就是它是混合在一起的意思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进到我们的店里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语言，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。然后店里的话，就是所有的布置大部分都是妈妈的想法，就有很多菲律宾的一些元素啊等等的。然后我看一下那边是不是爸爸？爸爸，我要介绍你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我爸爸，爸爸看这边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然后我爸爸叫做庆草，然后他的兴趣就是种植兰花园艺，就是在空间里面看到的这些都是爸爸精心布置的，所以在这间店里面很特色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植物，这些都是爸爸自己所照顾的。那爸爸现在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我在用那个板子，要种植鹿角蕨的。要种鹿角蕨的，然后你都自己做，对。很累吗？还好。然后
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，然后还有妈妈的朋友。妈妈这边，嗨，然后这个是妈妈的朋友，妈妈叫做周谢希尔达，然后阿姨叫做徐丽莎。妈妈，你要不要多说一点话？妈妈今天在煮什么？我今天要煮那个西尼杠，啊，不是西尼杠，那个巴巴伊蛋，巴巴伊蛋，菲律宾的那个很喜欢吃的那个喝酒的时候。然后妈妈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住的城市？我是那个在 Dayabas 给顺那边的，就给顺那边很喜欢吃那个放椰奶的。就是我是在台湾出生的，然后从我出生之后呢，妈妈跟爸爸都会带我回去菲律宾，去认识那里的家人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菲律宾，菲律宾其实它有7000多个岛。通常就是大概暑假刚开始的几天，我们就会回去菲律宾，待整整2个月。我觉得菲律宾是一个很乐天、很快乐、很多欢笑的一个国家，因为之前台湾的那个流星花园非常非常有名，然后他们都会透过流星花园来学中文，就是他们对台湾的认识更多一点点，然后他们也会唱《流星花园》的主题曲，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就是家人会透过电视，然后来跟我们互动。就是我觉得菲律宾人他们其实是一个很乐观，然后很可爱的族群。这样。牛肉很可怕，它的那个里面不敢切。啊，菲律宾人很喜欢吃这个喝酒的，就是配这个。那个酒鬼啊！你上次没有吃过那个阿姨那边吗？爱球们那边吗？我不喜欢，我觉得它看起来你玛莎拉粉。哦，阿婆来了。阿婆。咁你冇講下那個做到台人兒，好台那啱咩那麼講佢咩啦？没了，你不是有买了吗？一個你的啊，你的爱吃啦。不是那个。那個那麼多，那個你都菜。你为什么煮2锅汤圆？呢個愛菜呀，嗬。啊，我要有菜的。呢愛菜啦，你啱咩嗰啲愛菜啦？哦，所以你煮了2锅。錯㗎。因为那个什么元宵节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吃汤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阿婆会不会煮客家汤圆？结果阿婆没煮，所以我就一直说我很想吃。啊，这个是没有加那个，沒有加那個一點點那個香菜香菜跟那個啊。我好奇阿婆讲客家话，你谈的什么？我聽得懂，但我不會講。雞湯冇啦，因為湯就就奇怪。我有聽懂啦，阿婆，我只是不會講而已。啲湯就我就唔行。啊，咁嘢呀？這個全部都我的哦。其實一剛開始阿婆來店裡的時候，我沒有讓她幫忙，就是讓阿婆看看書啊，然後坐在那邊。但其實我覺得在這間店裡面，阿婆的角色其實是有找到一個自己的歸屬感在這裡面的，就是她很知道她自己想要做什麼，然後她想要幫忙什麼，就是我們會試着讓阿婆來參與這個過程，而不會說阿婆你不要在這裡啦，或者是什麼，就是阿婆她就會找到她自己擅長的事情。然後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，反而讓我們跟阿婆的關係其實變得很好，對，你做的 spaghetti 還沒有。就是媽媽她其實最擅長的是做菜這件事情，然後就我常常會有同學來我們家住，或者是來我們家玩，然後媽媽就會煮一些她自己很想吃的菲律賓料理，然後分享給大家。每次就是同學就是誇獎的時候，她就覺得很開心，就是我會看到她嘴角上揚，然後她開心好幾天這種狀態。所以一剛開始的時候就覺得先嘗試用餐飲的方式，一部分是媽媽擅長的，一部分是飲食文化其實是大家最容易去接觸、認識一個國家的方式，所以就想說，那剛好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結合。
你们有来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是一间菲律宾的餐厅，那这个的话叫做 CC， 那它是用猪肉跟猪耳朵切碎制作而成的料理。我记忆中的妈妈就是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，然后像她会带我们去上课啊，然后再接我们放学回家。就是妈妈就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其实已经快23年吧。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妈妈觉得，就是她的爸爸已经不在身边了，然后如果妈妈也去工作的话，跟小孩相处的那个时间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少。然后一部分是我的父母亲，他们觉得小朋友的教育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是自己教，所以爸爸就担任就是赚钱的角色，然后妈妈就担任就是家庭主妇，然后还有就是照顾小孩的角色。妈妈，咸猪肉是叫pork chop吗？对啊，叫pork chop。好，我以为我讲错了。阿多波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一个阿多波，一个沙给底。这边有一个那个 CC， 就是一路看妈妈从我小时候到我长大都在家里面，我就会很希望就是妈妈可以去接触外面的世界，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，然后去认识朋友啊。我不希望我的妈妈她可能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她只有她的小孩，就是她在台湾只有小孩，而是她在这里她还有她的朋友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回忆，不是只是一个妈妈而已。所以当初才会想要开这间店。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，在这边也没有上班过啊，所以我是家庭主妇而已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我觉得我是在家里而已这样，然后我煮的菜就是给小孩子吃，给他爸爸吃而已。当然了，要有人讲得很好吃，当然会很开心啊。可是就是给他们吃而已，又不是说跟别人，因为别人是会付钱嘛，他们花的钱，然后他们不满意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压力很大，每次都有人在吃，这就是。对啊。咸猪肉。因为我女儿很强啊，她想要做什么就是想要做，但是妈妈，我一定要做这个，然后一定让你出来。对啊，我说你那么有自信啊，给妈妈，我觉得她很勇敢，跟我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就在家里就好了，我不会说我想要做那个我就一定要去，因为我要想小孩子。因为他爸爸没有在台湾，所以我也想说，如果我又去工作，然后又回到家又很晚了，就是我每次都要想很多。CC 就是菲律宾的第一名的下酒菜，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特餐。然后今天美润爸爸一单。对，我有跟他们讲。非得点那个玛莎拉。为什么我要让爸爸练习？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，会是爸爸负责介绍，所以就会希望爸爸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谨慎一点。对，所以我就会跟爸爸还有妈妈再次确认我们要怎么讲。香蕉酱对去做的意大利面，然后有一个特色汤底是这边没有的，也是我老婆第一次煮的，那个是菲律宾叫做巴巴伊蛋，它是用猪的肾脏跟猪肉还有一些那个猪血下去煮的特制汤底。在这里面看你们要什么，再跟我讲。好，谢谢。对。及格。就我觉得这种介绍其实都还蛮需要多多练习，因为有时候妈妈有一些创意料理，我们就当天才知道。对，很即兴的。因为你也冇法度过菲律宾，你适合为了困难的也冇法度啊。好。因为从我小时候出生开始，就我爸都在菲律宾，就是工作，就是种植兰花，所以他对菲律宾的认识会比我还要多。就是我爸妈他们很有趣，是结婚之后2个人是交换地方生活的，
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家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我这边的蓝莓阳光不够。它是要很吃阳光的。对，它要阳光要比较强一点，它才会结的越多果实。做兰花的话，是我很小我就开始喜欢就在种植兰花了。大概国小我就开始在种花卉，然后到国中以后就开始接触兰花，然后到现在。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。那时候有接触到我老婆以后，然后又因为我丈人的关系，所以才在那边拥有第一笔土地嘛。然后就在那边盖兰园，对，在95年的时候开始盖兰园，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。他那时候很苗条。他说头发长长的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结果呢，去菲律宾时候我的头把它剪掉，到这边而已。我把它剪掉，他说怎么没什么变那样。后来就一直写信追他，然后打电话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孙嘛，那我祖母就一直说啊，你已经30多了，还不赶快结婚。所以隔年的我们的农历年，我们就先订婚嘛，是这样来的。对啊，刚开始不习惯啊，当然不习惯，因为听不懂又看不懂，然后什么的，就是变成很像在台湾就变成很像没有读书一样的感觉。因为土鸡穷下出门啊，土鸡慢来去啊，土鸡穷下做事啊，是这样啊。啊，你冇习惯，你就没有习惯，你到度了你冇习惯来做的。你记那阿姨那边呢？我们今天庆生会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老人会庆生会吗？要煮来拜四也有。1号啊，今天1号要煮来吃啊。都一样啦，哪里果都一样。不要勉强儿子要去哪里的。其亲姑家啦，祖家都。三村吼，佢将來慢慢曉煮啊，佢青年真好啦。一年煮佢都要看啦，一年冇出佢都要煮啊。係啊，我等家下從頭去做事啊，啊佢都要煮啊，啊轉來都有好食啦呢。所以後面才說我才會改變一些做法，對，變成說我在那邊的時間跟這邊的時間是一樣久啊，能夠盡量陪小孩，就帶小孩子出去玩啊。其實如果他在菲律賓他想要去哪裡，他也會打給我。他說啊，我要去那個太子場那邊。我也是，如果我要去中壢帶小朋友去哪裡，我也是先打電話給他。所以不是說我們是分開的，沒有在一起的，就不什麼都有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不是。所以我就覺得。我老公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我老公会这样的方式。有一次，他又问我，我又问他，我说你下一辈子你还要娶我吗？他说我要啊，当然啊，还要娶你，我下一辈子我要娶你。那你呢？你要嫁给我吗？我说我不要了，我要先想一下，我觉得很辛苦。如果我们每天在一起，就不觉得很辛苦。可是他在菲律宾，然后我在台湾，我觉得我很像我家来台湾，然后又没有老公在旁边。对啊，辛苦就是这个。妈妈跟阿婆现在在煮晚餐的菜，然后这个菜都是妈妈很随机的，她想煮什么就煮什么，是我们家人吃的料理这样子。然后有时候是菲律宾菜，有时候是台湾菜，有时候又会混合在一起。要放布丁吗？这个是菲律宾的罐头，可是这个是牛肉的。 这
香哈。有菲律宾的餐厅也有人有做这个，然后给那个拿去卖。吃饭喽，爸爸。啊。这个桌子是我们家以前的旧桌子，就我们家很重视全家人一起吃饭这件事情。那因为刚好我们家的桌子要换了，所以就把这个圆桌搬来这里。然后我希望这个空间是可以让很多的家人是在这里可以聚餐的。就是每次看到有客人在这里全家聚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窝心这样。哎呦，不用他们好，只要就回家里，妈妈就会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就从以前到现在，就从我们小时候，妈妈会觉得一起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就是我其实是家里的老大，然后还有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弟弟。然后弟弟现在才高中而已，我们2个差了大概快10岁吧。然后我妹妹的话，她现在在台中读书，还有工作。因为像我，就是2个礼拜没有在家里嘛，然后我就很想要吃妈妈的菜。然后晚上上课回家已经12点了，我还说妈妈帮我包一个便当，我想要回家再吃。就会很想要吃家里的菜，不会想要再去外面吃。我会感觉啊，你做多好，安尼很辛苦，安尼袂下午盼得啦。下午盼得公司嗰会读书啦，嗰会编去录音啦，去广播节目嗰度啦，你做到很真麻烦安尼吼，就袂感觉下午盼得安尼。因为我觉得女生然后又跑来跑去，我觉得太辛苦了。对啊。哪个？对啊，我本来就觉得，我每次都跟你爸爸讲，我想说，也要太辛苦了。哎，反正很辛苦，就觉得很辛苦就对了。哎，我自己家来台湾很远的地方，我觉得很辛苦了呢，所以我感受得到那种很辛苦。所以如果是大跑来跑去，我知道那个辛苦。你忍住眼泪了。怎么办？什么不辛苦？很辛苦啊！怎么不很辛苦？一个要养4个呢。对。我要去隔壁姐姐的店，因为我们读书会会办在2楼。姐姐，然后这个是我的表姐，然后姐姐她是负责就是做甜点的，因为她很拿手。姐姐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我要做塔的内馅，是柠檬吗？水果的。什么口味？它的内馅都是差不多的。因为就是之前姐姐一直在做餐饮的这块，然后有听说她好像想开店，所以就主动问姐姐说：“有没有兴趣一起这样子？”我要去楼上今天我要在楼上办读书会。所以我晚上的时候会在楼上办活动。这边是我们等一下要办读书会的空间，主要是有关移民议题的读书会，就是从2016年嘛，应该说我开始认识这些
新住民或者是新二代的议题之后，我会有很多的好奇，因为我看到相关的活动，大部分就是饮食或者是服装，然后文化展现。可是我会觉得，其实新住民或新二代在台湾有很多面向都值得被看见，但是为什么都只讨论这些而已？就是这几年其实很多时间是在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议题，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想要更了解到底为什么，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，或是还有什么值得被看见，所以就会一直在这一块领域里面，然后一直投入。今天就是主要就是看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跟出外，我们要不要就是先从这本书开始，然后等一下再讨论到出外这样子，你们觉得 OK 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这个读书会其实人数本来就没有很多，所以我找的伙伴就是都是我们比较有接触，然后对这些议题感兴趣的。像这个他是俊宇，然后他是越南2代，然后现在在台北读书。夏小娟老师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，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他里面提到说当时的新移民的困境，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然后燕杰的话，应该算是泰国2代，对。然后他现在在台中的1095，在做移工议题相关的一些事情。那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去意识到说，原来我妈是泰国华侨，那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我自己也是新二代，就是可以透过就是一些讨论方式去让自己对妈妈，就是或者是跟新住民新二代相关的议题会有更深的了解。然后这个马精灵是我的高中同学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有缘分，然后他刚好就是我才知道说哦，他爸爸跟妈妈都是从中国来的，所以就想说在这个讨论里面，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声音，所以就是组成了这样子的读书会。我们一个人是10分钟，就是分享说自己在这本书里面的想法跟感受。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起讨论里面议题的一个时间。那燕姐，你要先开始吗？还是我先开始？欢迎回到新生报道，我们在台湾节目，我是淑荣，我是嘉晶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传承3代的南洋好滋味。其实我们去年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啊，曾经介绍了艳丽，但是那时候节目的时间长度只有30分钟，没有机会好好的详细的介绍。一开始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类的东西，然后比如说咖喱鸡啊，是，或是他的那个牛肉啊，他自己煮的那种巴东牛肉，然后一直找不到这个味道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原来妈妈煮的料理这么的有特色。我们新生报道，我们在台湾这个节目主要是会邀请像是新住民或者是新住民2代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，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台湾的所做的一些事情跟经验。其实这个广播节目是之前就是台积电青年逐梦计划的承办单位，电台的伙伴们他们就是看我从刚开始上台很却步，然后到后面就是提了2次计划，然后执行的成果也要上台报告什么的。那我就还蛮印象深刻，就是那时候电台的台长就是田丽云田姐，就是有跟田姐聊过之后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开一个关于新住民跟新2代的节目，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更多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，然后透过不同的视角来去认识新住民还有新2代。那这个其实广播电台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节目筹备了快2年的时间。我是王淑荣，我是周嘉晶，新生报道，我们在台湾，再会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那时候就是电台就讨论之后就说，因为其实淑荣姐她是原住民，有一部分原住民的身份嘛，那想说也许我们2个一起做这个节目，其实会有不同的火花跟想法。对，他是新2代，我是原2代，所以当初公司跟我也是跟我提案，就是说，
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，然后他们把嘉晶写的计划给我看。自己做广播20多年，已经有习惯自己的领域了。那这个议题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的，尝试跟年轻一代来试试看。那我觉得我很开心又很幸运。我们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好。可是我非常欣赏他，就是他自己新二代身份的那种使命感跟热情。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新住民的接纳度比过去高非常多。那我相信就是有很多不管是新二代或者是新住民，还有很多关心这个议题的台湾的人，然后怎么样在异国文化当中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彼此欣赏，然后彼此相容相处。我觉得这是很多年、10多年、20多年这么多人的努力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看到新二代在他们的专长上，在各方面都有很棒的发展。所以我觉得跟嘉晶在一起，它是可以开启我们不一样的视野，就像学习他一样，当斜杠人生，不一定只从事一份工作。他现在是学研究所的学生，然后他又主持广播，然后又开店，也拍纪录片，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嗨。这个是我研究所的好朋友，就是玉玲。是玉玲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研究所的同学齐德。Hello。然后这个是学姐 Sandra。对，我们平常就是大家没有上课的时候，就会在研究室里面看书或者是聊聊天这样子。对。玉玲，你今天回来哦？对啊，今天早上才坐高铁回来。然后你坐校车吗？还是你骑车？我先回那个主轴。通常我是3、4的时候才会在研究室，然后礼拜1、2可能会在就是广播电台，或者是在宿舍，或者在图书馆。对，然后就是见面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可能分享一下最近的事情啊，然后或是上课看的东西哪里不懂之类的。就会交流一下。太神奇了，老师从来没有叫我们做过 PPT。我觉得超烦的。可是我怎么印象都要说什么1、2页简单就好。对啊，我硕班读的是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族群文化研究所。选择读这个族群文化研究所，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关注的，其实是一开始是原住民，就是刚开始接触是原住民，然后到后面接触比较多是新住民跟新二代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几年其实我很常就是去外面演讲，去分享菲律宾的文化或者是新二代的观点什么的，但是我会觉得我好像还缺少了一点什么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也许念研究所会帮助我未来的工作，或是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族群，或是去看待不一样的视角，这样子。很多原住民也会去看那个日治时期的。然后我上一次的期末报告就是在写，就是新住民跟新二代的媒体建构，从过去到现在是怎么被建构的，也从1996年，然后看一系列的报道到2020年吧。这个过程从我小时候我所看到的，跟我现在媒体所建构的新住民跟新二代，其实差别很大的，就是可能以前会有很多负面的报道啊，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就是会说是假结婚啊等等，就是篇幅比较多都是在谈负面的，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整个这个建构的过程是什么，就会想要去探讨这样子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我一直以来都很好奇，然后也很想要平反的一个主题吧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阶段里面，是没有这个环境让我们去接触妈妈母国的文化也好，或是
可能讲出来之后会怕别人是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我，然后更多的可能是讲出来会有一种担心，或者是会有一种害怕未知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比较不会主动去讲说，哦，妈妈是菲律宾人。这边都卖完了。对啊。啊，这个是我小女儿，我的那个回来了，她毕业了就又回来了，就从台中回来。昨天我们又接她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在这边帮忙了。我想说，叫她先不要去上班啊，先在家里先整理整理什么东西啊，这不会那么累。如果她要去上班了，就没有时间在家里用什么的。爸爸喝茶。修哦。哎，你在用什么？你全部换盆啊，换盆它到时候要挖苗比较快。你这样固定起来，它就会，它会长大吗？对，它比较快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，不太了解这个。因为小时候爸爸常常不在家，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，妈妈跟她朋友带着我们小朋友一起去游泳池玩，然后就看到哎呀全家人在那里，就会觉得很羡慕，因为我们爸爸不在台湾嘛，就会觉得啊好好哦，全家人在一起的感觉，就跟妈妈讲这样。对啊。但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，我很想爸爸，是很小的时候。然后我是看着照片，然后在哭。晚上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妈妈说：“啊，好想爸爸哦。”这样，然后妈妈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爸爸快回来了。”这样，对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小时候跟爸爸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，然后常常他就是在弄他的兰花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像兰花才是他的女儿，所以以前小时候还蛮讨厌兰花的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拍纪录片的关系，就是去接触到了兰屿，然后知道那里有很多的兰花，然后跟爸爸的关系也因为第一部的这个纪录片，然后更加的紧密。Hello。哎，老师好久不见。不能讲阿爸。阿婆，你们要不要坐这边？好啊，好啊。老师好久不见。对啊，那你现在念书念得？好啊，老师你要听实话吗？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好啊，老师你要听实话吗？我觉得压力很大。这个两个是我的大学的老师还有同学，然后这个是谢明勋老师，然后他是我大学的时候帮我很多的老师，就是教我怎么写企划啊。然后这个是我大学的同学，叫做彩璇，然后他应该算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一起想要休学。我们那时候在写计划的时候，有成立一个团队叫做蓝后。在这个团队里面，就是我们会透过影像还有纪录片很多不同的形式，然后来让大家去认识一些议题这样子。对，当时只是想说，哦，如果可以接续爸爸的这个产业的话，好像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后来就跟老师聊一聊之后，就上网找资料，就发现兰屿的命名是因为兰花而改名，然后就觉得哦好有趣哦，然后就跟老师还有彩璇在讨论的时候，老师就鼓励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去记录。是的，没事。最难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照着计划走，
是你到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完全不如预期，然后你就会因为就是一个小菜鸟嘛，就你也不知道啊，那现在怎么办这样。慢慢的，就是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可能比较有趣的部分，可能是，他跟爸爸的情感的部分，或者是兰花这个议题对当地人的意义。那我觉得就会慢慢的把它从Discovery 类似那样类型的纪录片，慢慢把它转化成比较多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的片子。对我来说比较奇妙的是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会发现兰屿的语言跟妈妈的语言很相似这件事情，非常意外的收获。然后就是在兰屿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就是我的这个身份是被接纳的感觉，就是我可以很自然的讲菲律宾语，我可以很自在的去谈这些菲律宾的文化，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。也因此就是认识了丽塔阿姨，所以才让我对兰屿人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以前好像很少去谈妈妈的这一块，或者是很少去谈就是菲律宾的这一块，然后我也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嘛，或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片，就是去思考这一块东西，对。Selamat. 妈妈，姐姐说什么？对，学校了，忠贞国小。老师好。今天我们来把上次学的先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念一下，对吧？我是欠、早、欠、重。其实以前是我在家里而已，就没有出门。然后我觉得出门要去上课，就学到更多。我觉得一定要学，不是说你就觉得你拿到身份证你就不要学了。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有差呢，因为我现在就会看得懂了，然后会打字啦，会写了，我就可以跟小朋友聊天呢，差很多呢。这个里面有3个。对，小何，最后会怎样？因为互相的切磋了。哎呀，我不会带姐姐，我就问姐姐啊，姐姐比较清楚啊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就看不懂，我就问姐姐啊。因为啦，哈，我以前啦，讀嘅頭嘅小嘅時節哈，因為大學得落去講讀啊，俺頭腦要上讀哈，俺個波波摸風啊唔會啊，俺個線上當未夠啊，俺都對落啲都做熟時睇教。这个美呢，跟哪个字很像？跟海。这个海跟美差在哪边？3点水。我是从越南来呀，那个我知道这边因为我老公嘛，他帮我找这边可以去读书啊。因为我看字还有听不懂啊，我感觉不好意思啊。嘴巴的那个水跑出来就流口水，眼睛的水跑出来叫眼泪，不是流眼水，而是流眼泪啊。不管是我已经毕业了，我觉得如果这个毕业我也还要再去上课，我觉得很幸福呢。我觉得如果在学校就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啊，有交朋友啊，就认识更多。我觉得很棒哎。那是我的朋友，那个也是在这边认识的啦。因为他跟我讲话，他知道我是菲律宾人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菲律宾人。然后好几天了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菲律宾人。所以中文听得懂吗？他比较会讲台语。我老公带回来。
我不要讲福语。他不会讲，他不会讲。你讲讲台语，你讲讲台语。我那日去菲律宾耍，我来食。我来食差不多25年。哦。足久的呢。足久的。哦，生几个？无。那不爱生。我人头前无有学过，都免啦。所以你们是用菲律宾的母语沟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台语你也听不懂。对哦，我听不懂，但有时候他讲那个我听不懂。哦。对啊。条是什么呢？条就是我们中文里面长长的、细细长长的，我们都是用。我们这边的学生大部分是以越南的是比较多的，过来大概是印尼跟菲律宾，那其他的国家是人数是比较少。他们刚开始来学的时候比较困难，就是他刚开始进来台湾的时候，可能在语言方面呢，他听力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刚开始来学会变得比较不容易。通常我的经验上是觉得说，来台湾大概最少要1年以上，他再来像补校的学习会比较不会有挫折感。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比喻来加以说明，他可能会慢慢的会了解。简单，你说这题很浅，那比较难的叫什么？我们现在补校是属于缩短，他是上1到3年级而已，他每周只有上4天。那他毕业之后还可以就读国中的补校，以后国中毕业还是可以升高中一样有附设这些补校，让他们继续进修，对不对？是说比较白的，颜色比较淡一点，浅色的衣服会感觉比较稍微。好，两位想问一下，看你们要坐这边还是坐这？那我帮你们做介绍。那这边是我们的特色料理，那这个特色料理是每天做更换。来，你们的汤。好，谢谢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爸爸又不能回去菲律宾，然后刚好又可以就是全家人一起做这件事。就是老实说，我跟妈妈都觉得这间店没有在赚钱。但是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去认识菲律宾的文化到底是什么，菲律宾的饮食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可以透过介绍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的国家。那这边是我们的特色料理，台湾的肉酱意大利面不一样哦。这是我们叫它酱醋猪肉，我们可以。其实老实说，开这间店之后，是我跟我爸相处最长的一个时间。就是以前小时候，爸爸都飞来飞去，就是台湾跟菲律宾，然后这样飞来飞去。其实见到爸爸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很少，然后我们又在学校上课。但是开了这间店之后，反而让我们家的关系好像变得更紧密一点点，就是有什么事情就会互相分享啊，然后也会互相帮忙，不管是店里的事情或是其他的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。很多人就表示生意很好啊，就比较有钱啊。下球啦，你像为台湾下球吼，你当你生袂感情袂下好啊。唔会像球台啊，两礼拜又会转移咧，又会过菲律宾咧，甲感情就冇强融咧。它里面的料的话，它有肠子哦，有。我有跟他讲，我说，我们有开这个店，然后有那个浴巾嘛，然后我觉得啊，这个是我们结婚20多年了，这个是最长的在一起的。对呀、啊，真的，我女儿也是有讲，她说我赚到爸爸了，有 COVID-19 有赚到爸爸了。能够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长时间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虽然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摩擦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回忆。我是周佳晶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新2代。然后我会继续用实际行动，让大家看到我眼中的世界。嘿姐，这阵子辛苦你啦！我也回来桃园了，这样就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妈妈，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。如果你以后还有想要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哦。你要加油！佳静，谢谢你让
嘉靖，我很谢谢你哦，因为开这个店我觉得Ben妈妈是有用的人，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，谢谢。嘉靖，加油，爸爸以你为荣。